100年后的丈母娘。离婚吧，我受不了你了。离就离吧，我去找你妈告状去，你给我等着。妈，你女儿要和我离婚，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，说受不了我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婿来了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这女儿啊，从小到大啥也不会的，长得丑不说了，脾气还很差，我也早看她不顺眼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回去和她离婚。先等等，我的好女婿，这样吧，我还有2个女儿，你看你喜欢哪一个？我让她和你一起过日子吧。可是妈，我没车没房，还没存款，我给不了她幸福啊。这些无所谓了，我的好女婿，我这里还有点养老金，你们先拿去用着先。还有这房子就给你们做结婚新房用吧，我和你爸先搬出去租房子住着先。车子你先开着我那台吧。这不太好吧？那我要娶你家的二姑娘，她长得漂亮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的好女婿，你吃点亏，把老三也一起娶了吧。这不太好吧？这的确是有点难为你了，我的好女婿。但是男人嘛，3妻4妾现在很正常的了。那好吧，我就吃点亏了。这样干脆老大也别离了，你们3个在一块互相照顾。回头我让他爸把他的退休金都给你，这样你也不用出去工作了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说到这份上，那我就吃点亏吧。抖音。以前生小宝宝 vs 现在生小宝宝。以前生了啊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是个女孩。辛苦你了，老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在家休息带孩子吧。等你身体恢复了，咱们再要个2胎。这样你会不会太累啊？光靠你一个人的工资，怎么养活一家人啊？2胎咱们还是再等等吧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有手有脚的，还怕养不起你们吗？放心吧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带好孩子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现在不好意思，我来了，准备要生了吗？是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刚刚在公司过来的路上有点塞车。儿子啊，刚刚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，等孩子出生后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养老钱给你用着先，然后去找一份工作看看，应该可以对付一阵子的。妈，不用了，我辛苦点就好，你们就不要出去工作这么辛苦了。哎，你那点工资够干啥的？一家人的吃住还有孩子的奶粉，以后的上学我们3个人一起工作，等你媳妇身体好点了，争取再要个2胎。别了吧，养一个都够呛了，我是不打算要2胎了。不用担心孩子，我和你爸手头上还有点存款，加上我们3个人一起工作，还怕养不了2个孩子吗？哎，以前生小孩子一人工作养全家，现在生小孩子全家工作养一个小孩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抖音。农村消费 vs 城市消费。城市消费，老板这鸡怎么卖啊？19块1斤。好的，给我来1斤。好嘞，稍等哈，还要点什么吗，美女？不用了，走吧，老公，我们再去买点青菜那些。好的。老板，给我拿2颗白菜，再拿2根玉米。好嘞，一根15块，美女。再帮我拿10块钱的葱姜蒜，我们今晚要做白切鸡。好的，可以了，美女。可以了吗，老婆？我再去前面买点豆角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吃饭啦，老公。来了来了，今晚很丰盛啊！白切鸡、豆角炒肉、小白菜，还有玉米汤。这么多菜花了多少啊？我算一下哈，鸡花了19块，加上青菜、豆角、葱姜蒜那些，一共花了56块5。一顿家常饭就消费50多，这消费水平真高啊！农村消费，老板这鸡怎么卖啊？19块1斤。给我来1斤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哈。19块扫过去了，老板，走吧，老公。老婆，我们不去再买点青菜那些吗？这些哪需要买啊？一会你去咱家的菜地里拔几颗不就可以了？那买点葱姜那些吧，我今晚想吃姜葱炒鸡。不用了，老公，待会你去你老表的菜地里拔，顺便再摘几颗辣椒。那买点玉米吧，我们待会吃完饭看电视的时候拿着吃。不用了，地里不是啥都有吗？那好，我们回家做饭吧。吃饭啦，老公。来了来了，哇，今晚很丰盛啊！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姜葱炒鸡、炒香菜、辣椒炒土豆，还有冬瓜汤，锅里还蒸着玉米，待会吃完饭我们拿着吃。以后不要弄这么多菜，都吃不完浪费了。没事，才花了19块，其他那些都是地里种的，吃不完的话，待会叫你老表过来一起吃吧。也是我，吃饭吧，老婆。抖音。